周小松議員。係，多謝主席。我就跟進編號033由林振昇議員提出嘅問題。咁啊，關於建造業輸入外勞計劃嗰部分。咁喺答覆中呢，就見到最新嘅有效配額嘅數字呢，就6561個啦。就呢個數字呢，就比較翻舊年嘅第二季嘅時候呢，就8000幾呢，就有所回落嘅。咁即係整體嚟講呢，睇到發展局喺審批輸入勞工呢件事上邊呢，其實整體都係比較審慎嘅。咁但係呢，就我再睇翻啦，建造業議會喺月初嘅時候就發布咗最新嘅一個建造業嘅人力預測報告。我亦都留意到有幾個工種啦嘅情況啦，就冷氣技工啊、泥水啊、電工啊、金屬鋼工啊，呢幾個呢，其實就係佢嘅預測呢，就比原先嗰份預測呢係好咗嘅，即係對短缺嘅情況。以前呢，呢幾個工種呢係叫做中度短缺，但係依家呢份最新嘅預測呢，就變咗成輕微不足或者係輕度短缺，其實情況係好咗嘅。但係呢，我就睇翻阿局長嘅答覆嗰度呢。關於呢幾個工種，其實佢喺批准輸入勞工嘅數字上邊呢，其實佢係名列前茅喎，佢係屬於數量最多嘅嗰一紮嚟嘅。咁我想問下，即係局方點樣理解呢一個數字方面嘅落差呢？我哋會唔會呢去即係考慮我哋不時咁樣去調整呢一個審批嘅準則，以令到我哋建造業輸入外勞嗰個計劃呢，即係做到一個精準輸入咁樣嚇？多謝主席。局長。主席，呢個請阿劉常秘回應。好啊，阿常秘。唔該，主席。多謝阿議員個提問咧。其實個關注咧同我哋一樣嘅。其實我喺審批嘅時候咧，都係好嚴謹去睇每一個個案，亦都睇翻咧嗰個工程咧喺嗰個階段係咪的，而且確係需要嗰啲工友呢個工種嘅工友去做，而喺市場上邊咧佢係咪真係請唔到嘅？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喺呢一刻咧，以往嘅批咧近期。即係我哋每3個月就一個嘅申請期啦。近期咧係多咗一啲機電方面嘅一啲工友嘅輸入啦。咁就少咗一啲咧工程前期嘅一啲嘅工友啦，譬如釘板、紮鐵、落石屎嗰啲咧，其實基本上我哋喺過去1-2個嘅申請裏邊咧都係冇批到嘅。咁我見到咧，其實我哋係動態去監測住成個市場嘅變化同埋個需要。咁我哋見到議會嗰個嘅預測咧，都係仲係有一個短缺嘅，但係呢個短缺咧就可能比以往嚟講係會輕微咗，因為我見到有啲工程咧可能都係近住尾聲啊，即係如果佢機電嗰部分都完咗嘅話咧，工程咧大致上都完成嘅。咁呢個方面咧，我哋會去即係好謹慎睇住以後啲申請唔該主席。主席有時間我補充兩句。就其實咧，就我哋睇到咧，其實即係呢幾個工種咧，我自己理解咧，佢都係屬於即係喺我哋統計失業率嗰個時候咧，就係屬於即係裝修維修保養嗰一 part 啦，就唔係地基嗰 part 啦。咁地基嗰 part 可能係土建啊前期啲啦。咁呢個後期啲嘅工作咧，其實佢長期嗰個失業率咧都會有，我見到長期都係超過100%嘅。咁其實長期咁高失業嘅情況啦，再加上頭先我所講啦，就即係嗰個人力供給方面咧，都係真係多咗。咁事實上就希望局方咧就喺嚟緊審批呢啲有關工種嘅時候咧，真係做一啲嘅準則上邊做一啲嘅調整，令到真係市場供應多咗嘅時候咧，我哋批准佢輸入嘅情況咧就即係嚴格少少咁樣意見啫，主席。好。